兄弟们，晚上没啥事了。我哥我姐想吃肉饼，他俩不会做，央求我半天，我给他俩烙个肉饼。看看那冻着看不出来，拿了块带筋的肉，不太好切。就这样吧，就画了这块拿着，带筋吧。我们这会没时间去买新鲜葱，家里的冻葱派上用场了。兄弟，我小时候就在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我妈啥都会做，我说我以后，我说我要是自己独立门户了，我说谁给我做饭吃呀？我特别犯愁来着。等你慢慢长大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自然而然就会了。有些东西它需要时间的沉淀，它不是说什么年龄就得干什么时候的事，不能天天吃外卖，你就得逼着你得学会。兄弟们，这个肉饼的面不好和啊，稀了光拆的得。这全纯技术活儿，就这一波你一般人学不到手，你干看就不会。这玩意儿还得是天赋，对料理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了解，但你看咱上手，咱就能给它做出来。我哥我姐不行啊。咱们得给它上劲儿，这样这面吃着才有弹力，就是的哥。行了，吃肉饼，我跟你说，要不他俩要吃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年我不带他做一回的。哎呦我天呀，这面才难和呢，肩周炎都能犯。这还是我发小教我的，我发小是我们十里八村专业的蒙餐师傅，现在真是没以前灵气了，兄弟。哥，少放一点点油，油搁多了不好吃啊。你就给它这样，这软和面好整，就这样，哎，包裹，用掌心使力，然后给它一封口，完活。就这。然后你拍打它，给它一擀，轻轻的，要不肉馅给压出来了。这面软是吗？这肉饼面稀个囊的。就是在馅儿要不要出来要崩溃的边缘，它就是擀好了，兄弟们，就这样，完活儿，来，刷点油啊，哥。兄弟们，吃肉饼就这么麻烦，要我自己是我不做呢，家造的灰头土脸。
然后就吃那一顿儿。要我就炖一个肉吃3顿儿。来人我就是做点这麻烦的。小饼不错吧，兄弟们，你看有没有食欲？兄弟们，最后2张就可以开饭了。哥，这人漏2张就跑了。哥，拿点蒜蘸汁儿好了。兄弟们，开饭了！牛肉大葱馅儿，配粽的，大哥大姐们，该整了。我还快饿了，直接吃啊！牛肉大葱，我来点醋。牛肉大葱，来个牛肉大葱，一个姐姐来。哎呦，大姐。啊，叫韩露，慢点，热。好。我们要是去企里边，必须来顿肉饼，在家做太麻烦，兄弟们。